个台南的归仁的七甲花区，最近是推出这个乌克兰的国旗配色的兰花，上主要嘛是要来诉求着和平。讲乡亲拢真捧场，有袂少人来买这款的兰花。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让大家更加重视和平。台南归仁的七甲花会区特别有三小班推出乌克兰国旗配色的兰花。希望世界是和平的。那现在因为乌克兰战争有些人支持他们就把一些花卉把它的花朵染成那个乌克兰国旗的颜色。这个兰花配色其实是三小班透过实文理色的方式来处理，才有的成果。一般的花卉都可以染，但是我们会选择花朵比较大的，或者是花朵它本身表面有角质层、有蜡质的，我们才来做染色。透过三小班的创意，加上真好的培育实力，开发出真侪无同的花蕊，让大家做伙感受绿色事物的力量。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